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叶牧师。9月15日，心旷神已午，心恐惧来求助于你。今天要读的经文记载在撒母耳记上23章到27章。祷告的 RPG 的金句记载在希伯来书4章16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恐惧是对感知或识别危险或威胁的一种强烈不愉快的情绪。恐惧会导致生理变化，可能会产生行为反应，例如做出攻击性反应或试图逃离威胁。人类的恐惧可能是对当下发生的某种刺激的反应，或者是对未来威胁的预期或期望。这些威胁被认为是对自己的风险。简单来说怕得要命是如此的真实，那么先逃再说，先躲起来再说。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这几章其实就是非常明显的，我们看到大卫跟扫罗之间，特别是扫罗持续来追杀大卫，因为扫罗的心被嫉妒所影响，他不能容许大卫做王，以至于他不断的追杀他。这时大卫他真的是在面临这些危险的时候，他只能求告神。而扫罗很妙的是，我们看到23章扫罗他也来这个求告神我们从经文里可以看到。但我们知道扫罗他求告神是，我希望神你这样来做，我这样来求你。但大卫的求告神，他的心意却是，神你会怎么做呢？我愿意顺服。这可是很大不一样的祷告哦。一个是以神为中心，愿意合神心意的祷告；一个是求神你来合我的心意，是合我心意的祷告。那当然就会有不一样的生命的呈现，当然结果也会选择不一样的。接下来我们就知道他们的生命是不一样的时候，那么我们受到这种压迫的时候，就凸显出我们怎么做决定了。到了24章，我们知道持续扫罗的这个迫害那真的是有时候真的是你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来做的时候，有没有那个勇气说，主交给你，你是公义信实全能的主，主让你来为我伸张正义。我们愿意有这种的决定吗？还是我们想要自己出手呢？从24章我们就看到，其实扫罗他在洞里面的时候他姐在做放轻松的时候，其实扫罗也扫罗所追杀的大卫其实也在洞里，可是大卫并没有出手来杀害扫罗，他只不过在解大便这个扫罗的身上，大卫只有割下他外袍的衣襟，没有杀他，因为他要表明你是神所膏立的，我不杀害我的主。从这里来表明，扫罗王，我没有恶意要背叛你，虽然你要猎取我的命，我却没有得罪你。在24章11节是非常关键，但我们知道吗？这样的表达，扫罗他有接收到，但是一时的，他的心又因着他心中的不平安他觉得还是被
威胁，未来有极大的不确定。我们可以知道，后来扫罗其实持续在追杀大卫。当然我们到了25章的时候，其实大卫一直在这个压迫当中，其实他也是心很烦，而且他在不断的压迫当中，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他其实各方面生命他也会觉得是被拒绝、被否定。特别是来到大卫25章，当大卫向拿巴释放出善意，而拿巴却是不顾大卫曾经帮助他守护他的产业，反而用言语来羞辱大卫。那么大卫呢，这个时候他实在是起来反抗了，发大怒，决定要把拿巴给这样起来，要把他杀掉。他发大怒的原因，那个愤怒的原因，其实背后有很多大卫他要表达的。我们想，何以扫罗这样迫害他，他能忍下来？但拿巴的几句话，他的态度却让大卫大发怒气，差一点做错事。幸好拿巴的妻子亚比该很有智慧、有谦卑，化解了这个冲突，而且提出了一个善意的提醒，要大卫想想，如果你在怒气冲天犯下杀人罪，那么你再次将恶待他的人交在神的手中，这样子的话，当你做王的时候，你会有一个瑕疵。当神跟你面对面的时候，你怎么样来交代呢？所以当我们人感觉不安全、惧怕的时候，不是逃就是起来反抗所以我们要很知道我们自己这个人的内心是怎么样。幸好有人来提醒，以至于大卫他还能够保守自己心怀意念，是愿意向着神，是可以合神心意的我们很精彩看到第26章持续的扫罗要追杀，还是要追杀这个大卫但大卫隐忍住任何的不合理的对待即便他正在受伤的当中，但他仍然是信靠这位神，他来求助这一位大卫真的是在某一些方面碰到困难、惧怕，不知道未来会该如何的时候其实他仍然是求告这一位神。所以亲爱的大家，当我们惧怕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来求告神，使我们更清楚知道我们到底是要依靠谁呢？是要依靠王，还是要依靠这世上的，还是要依靠神呢？当然人都不是完全的，在不断的被训练当中，我们才会知道我们应该选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第27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其实大卫呢他选择了，也是在惧怕的时候，其实他再次逃到非利士人那里那我想这个是我们可以理解的一个人在自己的地方族人那里被追杀，那么他当然会想最安全的地方应该就是可能是那最危险的，也就是最危险的地方有可能也是最安全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第27章他所做出来的选择其实他就是投靠那个亚基王持续来说谎蒙骗亚基王希望在那边他可以安然的度日。但我们知道其实如果没有神你在哪里你都很难得着那个安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从今天的这几章里面，我们看到扫罗不断面对许多的这个恐惧，让他觉得前面不知道该如何。那虽然他很长的时候他会知道要来求助神
但他也会有做错的时候。所以这个其实是对我们是一个提醒。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若是由主来掌管，我们可以得着神的连续蒙恩惠，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那么我们真的能坦然无惧到施恩的宝座前，我们来求告神，求助于神，让我们去面对我们所惧怕的事情，面对那不确定的事，好不好？我们来默想，真正的勇敢不是不惧怕不害怕，而是去面对恐惧。我同意吗？那么我们可以从哪里开始来面对恐惧呢？我们一起来祷告。永远与我们同在的主，我们谢谢你的应许，但我们常常忘记，尤其在我们很恐惧的时候，在我们需要立刻做出决定，是要逃，还是我们要起来反抗，还是我们要来求告求助于你，来到你施恩宝座前呢？主，我们谢谢你再次提醒我们，我们的勇气，我们的勇敢不是不害怕任何事情的发生，不是不害怕那个不确定，而是因着你与我们同在，你与我们一起去面对这个恐惧，让我们清楚知道我们前面的路。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眼光跟洞察力，你稳定我们的心，我们就慢慢练习，安静下来，不恐惧，真实面对前面的状况，也真实感受到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你，我们今天活出那个自由，活出没有惧怕的压迫，因为这位主要与我们同去。我们明天一起来见面咯，拜拜。